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23节到29节，出埃及记12章43节到13章的第2节，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救恩。我们再一次谈到出埃及记，那在出埃及记的故事里面，有几件事是我们必定会提到的，比如说十灾，比如说过红海、马拉水泉、西乃山等等的事件。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记载，都是出自于上帝的救恩，然后得救的人就必须是那些选择他、跟随他的人。最近在带领教会的灵性成长班，刚刚分享完10个灾难的记载，第7灾到第9灾，上帝渐渐地说明了10灾的目的。他留存埃及王以及埃及人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他们渐渐的知道世界上呢，没有一个其他的神明能够保守他们，能够赐下救恩。除了上帝万军的耶和华以外，逾越节的恩典就是在杀长子的灾难当中所赐下的。唯有选择上帝、跟随上帝的人能够得到救恩。这当中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得救恩蒙保守，更有其他的族裔人种。出埃及记12章43节到13章的第2节这样的记载。上主对摩西和亚伦说：我把逾越节的规律传给你们，异族人不得吃逾越节的小羊，但是你们买来而又受到割礼的奴隶不受此限，暂住在你们家里的客人和雇工不可吃，吃的时候要全家一起在屋里吃，不可带到户外。小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以色列的全体人民要守这个节日，但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不可吃这小羊。如果有异族人在你们中间定居，要守这逾越节来遵守上主，你们必须先为他全家的男丁行割礼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当作本地生的以色列人，可以吃逾越节的小羊。凡本地生的以色列人而定居在你们中间的异族人都要遵守这个规律。以色列人遵从上主命令摩西和亚伦的规律，上主就在那一天带领以色列各支族离开了埃及。上帝对摩西说：你们要把长子奉献给我，因为以色列人和长子和牲畜的头胎都属于我。无论是以色列人或外族人，都是有机会可以一起享用那救恩的饼与杯，得到上帝的拯救。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到34节提到了领受圣餐的态度。保罗这样说：所以无论是谁，要是不用敬虔的心吃主的饼
喝主的杯，他就冒犯了主的身体和血。每一个人必须先省察自己，然后吃这饼，喝这杯。如果他不辨认所吃所喝的跟主身体的关系，他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自招审判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你们当中才有好些衰弱的、患病的，也有些死了的。如果我们先省察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判。可是我们受主的审判，是主在管教我们，使我们不至于跟世人同被定罪。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聚集守主的圣餐时，应该彼此等候。有谁饿了，应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聚会的时候上帝审判。至于其他的事，等我来了再解决吧。基督徒领受救恩，就应当要以合宜的态度来吃主的饼，饮主的杯，否则的话，就是得罪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只有愿意省察自己，才能够吃这饼，饮这个杯，否则就是得罪了上帝，反而会遭致到上帝的审判。因为我们是由上帝亲自管教的。那简单的论，我们是吃下了救恩的饼，还是吃下了罪的食物？这是有很大的差别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诗篇78篇23到29节。可是他还是向天空发令，命令天门开启。他从天上赐给他们粮食，降玛拿喂养他们。于是他们吃了天使的食物，天使使他们饱足。他使东风吹起，他又运用威力激起南风。他使飞鸟向沙尘降落，使他们的肉食多得像海滩的沙。飞鸟降落在营中，在帐篷的四周，他们都吃，且吃饱了。上帝照他们所要的给了他们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使我们因为愿意接受，愿意跟随，得蒙救恩。恳求上帝赐给我们有悔改的心志，有谦卑的生命，领受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